望咱会当戴口罩，请咱会当来配合，因为咱大楼毕竟是一个封闭的大楼，虽然有中央空调来循环，但是嘛是爱戴口罩，对咱甲对别人会当的身体有一个保护。第三就是咱会伫通将咱的手机来关静音。以上，多谢。
我将耶和华常常放伫我的面前，因为伊伫我的正边，我便袂摇拽。这时，咱三甲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201首，救主听痛的声，咱三甲起立来吟。请坐。这时，咱三甲额头来祈祷。现在，万权能的阿爸爸上帝，阮正受阮的囝儿女来到你的圣殿，就是要来敬拜甲学罗你，因为你是何等的伟大，世间有多少位神会得当甲你比拼呢？看见你所做的创造的宇宙万物是遐尼的奥妙，单单就是照着你的列理甲指示就成了，存在伫即个宇宙中。你就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你就是伟大的上帝。亲爱的阿爸爸上帝，阮毋若是要学罗你，阁爱深深来感谢你，因为阮世间人算是啥物呢？你安尼来管顾阮，来养饲阮。毋若是安尼，你也借着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互阮搁一摆因信来称作义，活倒转到你的身边。阮深深来感谢你，因为这绝对毋是阮有偌尔敖，也是做偌济好代志，也是阮有偌济的才情。这一切拢是你的恩典，拢是因为你的拣选，互阮会当来成做你的囝儿女。阮实在是真正有福气。因为你就是阮天顶万权能极阳光的阿爸爸上帝。
亲爱阿爸爸上帝，一时阮抱着敬畏的心来到你的圣殿，想到你捌甲阮提醒讲，有啥物人会当上耶和华的圣山，就是遐个手清气、心清洁、存心无误虚假的人。爸上帝啊，阮徛起伫即个混乱的世界，甲喙唇无清气的所在，阮常常将你所教示阮应该去做的，却无去做；反倒转来无应该做，却是硬心起来行。阮的喙所讲出来，毋是祝福的话，反倒转来常常来话半话，互阮的喙齿若亲像一支利剑，伫有意中甲无意中起来伤害着人。求阿爸爸上帝，搁一摆来赦免阮，帮助阮会当真心来悔改，诚心来款待逐人。求你的圣神也无弃杀阮，常常来监察阮，提醒阮所做所行，看阮是毋是有做啥物歹的行为，有啥物失错的所在，时常来教示阮，互阮时时刻刻会当遵行着你的旨意，决断不准迄个歹来管辖阮，互阮袂当离开阮亲爱阿爸爸，就亲像迄个有路无处的浪子共一样。亲爱的主耶稣，当阮实在欢欢喜喜全家团圆伫过新年的时阵，却发生对中国武汉地区传来严重的肺炎的疫情。伫台湾的同胞的中间，阮知已经有10个人得到感染。伫世界各国中间，拢认为这是严重的传染病的时阵，阮每一个人的心中未免有同款的烦恼甲惊惶。求主耶稣，你伸手你的圣手来抓砍这片土地所有的人民百姓，无互这个疫情来扩大。医治者已经染到病的人，赶紧会当得到医治。同款，阮嘛用卑微的恳求来求你。医治遐全世界同款有每一个角落有得到这个苦难得到病的人，这无辜无助的生命，因所拄到的情形甲苦境拖磨，求你同款来怜悯因，无论因是毋是已经有归向你，因为你就是有丰富的恩典甲怜悯的上帝。主啊，你就是敢若亲像。迄个日头的光会照遍世界每一个角落，也将雨水灌入每一片土地的上帝。主愿你也同款来怜悯因。主耶稣，伫这个时阵，阮袂茫向你恳求。阮伫台湾这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却常常受到阮的厝边的强国来压迫。求你借着即摆医疗的重要性，互世界各国拢。认同台湾百姓存在这个土地的平等甲重要性，互因也为着世界的公义来为台湾来出声，互台湾无搁再因为歹的厝边来遭受到压迫。我嘛同时少年伫这段时间短中，阮的兄弟内面厝内有拄到死事，阮听到实在是真毋甘。求主你来安慰因厝内所有人，互因会当全家族拢会当更加牵条伫上帝，倚靠上帝。主啊，阮感谢你，求你听阮有声甲无声的祈祷。若是合着你的旨意的，求你来施恩赐福成全。阮嘛知，阮的祈祷实在是无够额，只是阮要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一声来祈祷。
这时咱要三甲来启应上帝话，是记载伫圣诗的后面第29面启应文19篇，圣诗的后面29页启应文19篇，咱三甲来启应上帝话，启应文19篇，来啊，咱着耶和华唱歌。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地深的所在伫伊的手中，洋海属于伊，是伊创造的。来啊，咱着鞠躬敬拜。因为伊是咱的上帝。今仔日你若听伊的声音，这时咱搁再一摆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25首 A， 万军的主至圣的厝。万军的主至圣的厝，圣诗25首 A， 咱三甲起立来吟。
请坐。这时，咱要邀请圣歌队带咱来学罗上帝。伊要吟的诗歌是《主上帝正手》，主上帝正手。感谢圣歌队带咱三甲学罗上帝，希望水的诗歌、好听的声音，将一切荣光来归于上帝。这时我要来攻读圣经，咱献归圣经伫现代中文译本第59页，台语汉语版是50页，是创世纪45章第1节到第8节。创世纪45章第1节到8节。约瑟伫书中的面前，无法度搁再来压制家己的感情，就安尼命令因离开伊到外口去。约瑟就向伊的兄弟表明家己的身份的时阵，别人拢无在场。伊这时
放声大哭的声音，互埃及人拢有听到，消息就传到王宫去。约瑟向因的兄弟讲：“我就是约瑟，咱的老爸还阁健在吗？”兄弟听到伊遮的话，拢大惊赢，话拢讲袂得通出来。约瑟请因来向前，就近伊约瑟。约瑟甲因讲：“我就是互恁卖到埃及迄个小弟约瑟，但是恁毋通为着即个代志来着急自责。上帝是为了保存大家的性命，亲自找我到遮来。即个所在的饥荒到即马才过了2年，还阁有5年袂得通种作，也袂有收成。为着要保守恁甲恁的后代，上帝找我先到遮来。”用即个方法来解救恁，安尼看起来，找我来的是上帝，毋是恁。伊互我真侪王上悬的官员，做埃及的首相，来治理全国。以上圣经，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佮照伊的话去行的人。今日咱真欢喜，本堂带主任牧师要来投放的信息是。圣经的人物系列第22讲，有关约瑟的第4讲，这是咱请蔡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来讲约瑟的第4领衫。咱有讲到约瑟生命中间有4领影响伊的衫。咱顶回。咱有讲到伊有4领衫第1领衫是即个彩色的衫，这是伊老爸因为特别疼约瑟所做互伊的，但是也因为安尼引起伊的大兄的怨妒来陷害所以咱伫第1讲的时候，咱有讲到是家庭中间安怎用好的教育来养饲咱的囝儿。第2领衫是伊被即个波提法的太太脱去即个外衫。就是咱有分享到，人拄着引诱的时阵，要安怎去面对。第3领衫是伊被陷害了，关入监牢所穿犯人的衫。咱有分享到，咱伫人生中间拄着患难困苦的事，要安怎去面对。今日咱要来看伊第4领衫，就是伊穿真水宰相的衫。那么对这个来学习一个真重要的功课。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透过圣经中间的无同款的人物，互阮真侪真重要的信息。就是透过因的生命中间好的所在，阮来学习，互家己哪来哪好。伫无好的所在，互阮警醒家己，毋通甲因相反。主啊，阮即时要拍开阮的心，求你帮助阮，互阮伫领受你的话的过程中间无任何阻碍。求主也赏赐丰盛的信心甲听心，互阮会当将你的话实践出来，互你的名得到荣耀。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顶边有讲到约瑟伫家牢内底的代志，接下来故事是安尼约瑟伫做坐家的时阵因为上帝甲伊三甲地地，所以表现了真好，受家真来重用。伫甲伊关家的人中间，有一个是叫做酒政长就是过去咧服侍王咧替王倒酒的一个官员这是非常重要，因为要伫王的身躯边替伊倒酒这是爱王会当真信任伊的人。但是因为伊犯了一个错误，被关伫这个监牢约瑟帮助伊解梦伊一该做一个梦约瑟来解梦而且来讲你无偌久了，就受讨棒，会去用恢复官职伊嘛拜托这个酒政长讲你当你互恢复官职了请你毋通袂去即我。
结果无想到州政长一回复官资料，竟然袂记这约瑟。但是咱知影，这故事发展到后来法老做一寡无法度解的梦。州政长就想着讲，伫家乐内底有一个约瑟，会当替人解梦，伊就法老来推荐约瑟，所以约瑟就有机会来帮助这个法老。法老发觉讲，约瑟真有聪明智慧，有能力，有上帝甲伊同在。所以，就互约瑟来担任宰相。所以，约瑟就穿了伊生命中间的第4领真重要的衫，就是宰相的衫。伊成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埃及的首相。但是，伊当时嘛面对一个真重要的问题，就是下面的考验。咱拢知影，约瑟的故事中间，同咱讲，因为伊的大兄怨妒伊，所以将伊卖到埃及。后来因为波提乏的太太来侮辱，所以伊才被关入监牢内底。所以伊即摆成做宰相，伊是有能力的，伊有真大的权力，所以伊即个时阵伊有能力去对这个歹款待伊的人来报仇。但总是咱知影，约瑟不但无报仇，反倒当下面过去歹款待伊的人，特别是伊的兄弟。为什么约瑟会当下面伊的兄弟？这是咱今日要学习的功课。咱要对约瑟生命中间有4个真重要的特质来学习宽赦别人的功课。第一项咱了解约瑟之所以会当原谅伊的兄弟，真重要的就是，伊对头到尾拢明白，上帝伫一切代志顶面掌权。约瑟知影，上帝是至权的上帝，伊有完全的主权。伊嘛相信上帝伫一切代志顶面掌权。无论咱人生中间拄着顺境逆境，上帝拢有伊的计划，而且上帝对咱的旨意是美好的。所以整个过程中间，伊拢相信上帝有一个真美好的计划，所以伊要顺探这个计划。伫圣经中间，互咱一个真重要的教示，就是咱爱看出世间每一件代志。伫每一件代志中间，咱所信仰主爱的上帝，拢在掌权。所以约瑟看清楚这点，所以当伊甲伊10个兄哥相认的时阵，伊心内毋是要报仇，反倒当伊用主爱的话语安慰伊的兄哥。咱看起着伫人情上，咱拢想讲，即马约瑟有能力啊，绝对会当报仇。伊大兄嘛安尼想所以伊对因大兄表明家己的身份的时阵，圣经中间讲，伊的大兄拢戆影，拢非常着惊。惊讲即个小弟今仔出来人，佮做宰相，可能会来报复我。但是约瑟无报仇，反倒当用慈爱的话语来安慰伊的大兄。伊安尼讲你毋通为着即件代志来烦恼、来自责。上帝为着保存大家的性命，亲自找我先来到遮。伊伫即个过程中间看见着上帝奥妙的计划。伊讲毋是恁找我来是上帝找我来。伊互我成做王的最悬的官员，做埃及的首相，治理全国。所以，这是上帝美好的旨意，为着要保全咱这个家族。所以，咱看见着约瑟无对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代志，是对上帝不变的旨意来看这件代志。伊虽然知，伊心中嘛真清楚，过去是伊的大兄想要害伊，将伊卖掉。但是约瑟更加相信，是上帝利用伊的兄弟迄种歹的心意，先找伊来到埃及。为着保全这个家族的性命，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对这来看见着，伫咱的人生中间，无论对着什么款的遭遇，拢爱明白上帝伫万事顶面掌权。咱看见着圣经中间有一句话，这句话咱爱记伫咱的心中。伊讲咱知上帝互万事互相效力，互听上帝的人，
就是依照伊家己旨意呼召的人，拢得到利益。上帝伫每一件代志顶面，拢有伊的旨意，为着要互每一个听上帝的人得到好处。亲兄弟姊妹，咱即摆大部分人拢带即个喙暗，互咱知影咱拄着一个真严苛的代志，就是即个有即个武汉肺炎即个疫情咧传播吼。但是咱相信上帝伫即个过程中间有伊的计划，有伊的旨意，而且伊伫即个顶面掌管，所以咱毋免惊吓吼。咱只要伫即个过程中间，咱去反省，咱过去敢有真侪代志去疏忽着，咱认为敢有过头想要强调家己的能力，无愿意顺服伫上帝的心意。咱即个过程中间吼，咱来反省咱人吼，安怎去管理咱家己的卫生，吼，咱本身得到平安，也互别人得到祝福。所以咱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讲上帝伫即个逐项代志顶面掌管，咱心中就有平安。因为上帝伫咱即逐项代志顶面掌管，所以咱对上帝的掌管吼，要有一个回应。吼，就是第二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就是咱爱顺服上帝的计划。既然咱知影上帝伫一切代志顶面掌管，咱就爱顺服上帝的计划。对约瑟的故事中间，咱明白人如果顺服上帝的计划，就会去体验到上帝带领的平安甲美好的祝福。咱看见约瑟是被伊的兄哥出卖到埃及做奴才，伊的兄哥原本的心意是想要将伊害死。后来虽然因无害死伊，却将伊卖去埃及做奴才。其实咱来理解，这比害死伊更较痛苦，因为当时阵做人的奴才吼，真有可能马上就去互伊主人折磨到死。但是上帝却是伫约瑟的身躯顶有美好的旨意，要透过伊来做一个拯救的器具。咱看见着伫创世纪50章的20节，约瑟安尼讲：上帝却派最好，为着要保全真侪人的性命。所以约瑟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信用个别，因为伊有真好对上帝的信心，伊一世人的日子拢顺服伫上帝的带领甲安排，而且无论做什么款的角色，伊就扮演好的角色。咱嘛爱安尼去学习，顺服伫上帝的计划来得到平安，这是互咱生活、咱的生命得到福气的方式。咱看见着约瑟。伊无论做人的奴才，伊就尽力扮演好的角色；伊做家牢内底的犯人，伊就扮演好的角色；伊做宰相，伊嘛扮演好的角色。伊的人生就是安尼，顺服上帝替伊安排，尽伊家己的气力。咱嘛应该爱安尼学习。第三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伫约瑟的生命中间吼，上界互人感动的。就是在伫约瑟会当赦免伊的兄弟。约瑟虽然有能力去报仇，但是伊无安尼做，因为伊会晓一项代志，叫做赦免的功课。赦免对着的功课，其实是一个真困难的代志。要安怎做？牧师要甲大家用一段时间甲大家分享。当然，我分享的时间嘛无真济啦，因为这是一个操练的过程。虽然将这原则来记掉的，然后咱伫生命中间尽力去操练咱家己，互咱真正能学晓这个真重要的功课。咱首先要对约瑟伊替伊两个囝的号名来学习。咱过去有牧师甲大家分享，当迄个时代甚至这个时代嘛相共，一个人来伊囝号名除了代表对这个囡仔的一个期待以外，也代表对当时家己一种心境的回应。圣经中间讲，约瑟有生两个囝，伊将这两个囝拢号一个特殊的名咱看见这段圣经伊讲伫这个饥荒还未来进前，约瑟的某阿瑟娜来生两个囝。伊生大囝的时阵
伊有一个期待啊，吼，伊讲期待上帝，互我袂记即所有的苦难，甲对故乡的怀念。所以伊带这大囝来合做玛拿西。玛拿西的意思是啥？袂记即。哦，讲期待上帝，你互我袂记即。后来佫生第二个囝，第二个囝合做以法莲。哦，以法莲的意思是欢庆，吼，欢迎，吼，昌盛。所以伊佫讲，上帝互我伫困苦的所在欢迎起来，所以伊来伊第二个囝号做以法莲。啊，伫号即两个囝的名中间，咱嘛当来学习。第一项，咱来看吼，宽赦会当互苦难会当得到消除。吼，牧师感觉约瑟咧替这个囝号名的时阵吼，其实代表伊对人生的一个期待。所以，伊第一个期待，伊是主观认为讲，我望我的苦难会当，互我袂记即。吼，玛拿西的意思就是袂记即，伊期待上帝，互伊袂记即所有的苦难，甲对故乡的怀念。但是咱要知影，如果若无赦免，若无宽赦，伊永远无可能袂记即啦。伊主观认为讲，我望袂记即，但是其实咱知影，伊记条条嘛。所以看到伊10个兄弟，10个大兄来到伊的面前的时阵，伊马上就认得出因啊。伊嘛知影，咱对伊甲伊大兄的对话中间，咱知影过去伊安怎歹款待伊嘛拢记的。伊无袂记即，伊拢记牢伫心中。只是后来透过有即个机会通赦免，伊才会通消除过去所累积的苦难。所以咱来理解来讲，咱毋通当一个人受伤害了，咱毋通讲啊，你著放互袂记即就好。有人认为疗伤就是放互袂记即，就是莫提起这伤害的点。哦，有人认为讲疗伤就是回避问题，大家拢莫提起，安尼就上完无代志。啊，你著点点莫想就好。其实毋是安尼啦，咱去用歹款待，去用伤害，靠可能会袂记即。即款的疗伤，无法度互受伤害的人得到逃亡。咱来理解，疗伤毋是放袂记即，是爱去面对问题。知影伤害已经发生，已经造成，是事实。但是我家己无爱互即个伤害继续来控制我的人生。这伤害会一直互我感觉困扰，但是我无爱。对咱开始，我要透过赦免，互即个痛苦离开我。所以疗伤毋是袂记即，疗伤是一种选择疗伤，互咱对即个痛苦中间得到逃亡，这才是疗伤真实的意思。所以有些伊虽然主观望袂记即，但是后来伊知影，就透过疗伤，才当得到解决。第二项。咱看见着，当伊疗伤伊的兄弟了，全家团圆，伊的性命就无共款啦。伊做宰相，虽然有真大的权力，但是性命的问题无解决，伊性命无法度翻身宽广。但总是当伊愿意赦免了，愿意宽赦了，伊性命变作宽广繁盛。这个是疗伤所带来的效果，所以咱会当理解，疗伤其实对咱本身有真大的利益。咱常常认为讲，咱若疗伤伊，是对伊较好。其实疗伤伊就是人讲赦免别人，就是放过自己。下面别人的过程中间，你会当得到正面的效果。虽然咱知影安尼，但是咱嘛知影。要赦免别人是真困难的代志，因为这是甲咱的罪性来抵抗。所以第4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就是安怎去疗伤别人，安怎去疗伤别人。咱来理解，咱拢毋是完全人，咱拢是软弱的人。伫圣经中间，约瑟其实圣经中间除了耶稣以外，约瑟是一个人性好的人的代表，所以是非常完全。所以看起伊要赦免别人，讲真简单，但是对咱来讲是真困难的代志。所以咱来去面对，咱来去设法别
帮助咱安怎去疗谢别人。因为咱来理解吼，疗谢是一件无简单的代志。如果若是简单，咱就毋免开真侪时间来讲。那真简单就当达到，耶稣嘛毋免伫个教训中间一再提醒咱来疗谢咱的对敌。所以咱来理解这点，就是讲，要疗谢别人，可能家己的力量是真困难的，一定要靠上帝、靠圣神的开力，咱才会当达到。只有靠耶稣基督迄种无条件的疼来医治咱才有可能去疗谢别人。所以牧师要提供几个圣经的原则，咱一步一步来学习安怎去疗谢。牧师这时阵爱请大家你生命中间可能有一寡人过去歹款待你，伊可能用言语、用伊的行为来糟蹋你，互你感觉真艰苦。如果你若有即款的经验牧师提供这5项原则咱一步一步来学习，咱一步一步来学习。第一项，就是咱爱明白的讲，无疗谢人其实是一种罪。咱圣经中间耶稣会比如中间嘛，甲咱讲讲咱爱赦免别人的辜负，亲像上帝赦免辜负咱的人，辜负咱相款意思是讲其实咱欠上帝足济啦。上帝拢赦免咱为什么无要去赦免别人？这种无疗谢其实是一种捆绑咱的罪。所以咱来求上帝光照咱，互咱的内心存在迄种无疗谢，还是假疗谢，拢会当显出来。咱求真理的神来帮助咱，互咱软弱的所在会当明白，互咱伫真理内底，咱看出家己敢是真正完完全全疗谢。有时阵咱来真实明白，咱家己因为无疗谢，已经得罪上帝，所以咱来对上帝认罪。圣经甲咱讲，咱若认家己的罪，上帝是信实是公义的，的确赦免咱的罪，洗清去咱一切不义。所以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咱嘛爱求上帝来帮助咱，咱爱求上帝伫这个破镜顶面来掌管罪主。咱来理解当一个人被伤害，如果若还未受医治的时阵咱就要求伊搁去面对伤害伊的人去疗谢这真困难啊！这嘛无合理。所以咱来求上帝先来医治咱，互咱的空喙会当复原。请咱来明白，耶稣基督会当医治咱的心，伊了解咱所有的软弱，明白咱的艰苦，求上帝来医治咱受伤的心，然后咱才会当进入第三步。第三步就是咱来求上帝用伊的仁爱，用伊的和平，用伊的喜乐，充满伫咱原本地被万分所占领的所在。当咱愿意疗谢对方的时阵如果你若心中要充满迄个万分你真正无法度去面对对方，所以你要求上帝将迄个疼充满你的生命。这耶稣有教咱一种真好的方法。要将迄个万分除去，将疼充满，就是你开始替对方祈祷，开始对对方，因为你无可能万分对方搁替伊祈祷嘛，所以你爱开始想讲，我若徛踮伫伊的立场我可能会安怎做？我可能会相款安尼做，所以开始替对方祈祷，开始来祝福，安尼渐渐你会被迄个上帝的疼所充满。原本的迄个万分的所在被除掉，这是第三项。第四项当咱做好头前三项了，咱就要勇敢来做一个决定，就是咱要疗谢。咱来安尼对上帝讲：主啊，我决定要疗谢某某人，因为伊过去伫某一件代志顶对我的糟蹋，对我的冒犯，但是我愿意来疗谢伊。所以，咱若做这个决定了，咱会当进入第5项。第5项就是求主祝福伊耶稣基督安尼对咱讲：只是我甲恁讲，爱听恁的对敌，
爱为迄个迫害恁的祈祷，爱祝福。有人会讲，这太困难了，要疗效拢真困难啦，佮叫阮起来祝福。但是无需要大家讲，如果你能对第一步开始一直做，这是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时间，毋是讲马上就几分钟内底就解决，这需要一段时间，特别是迄个受注意伫用听充满你的心的时阵，这需要一段时间。如果你一步一步安尼做，到上尾一步有哪袂真困难？为什么爱去祝福对方？为什么爱去对方祈祷？因为会当祝福表示你已经用听取代了怨恨，用祝福取代了咒诅。其实这五个步骤拢是一个重点，就是咱咧进行每一个步骤的时阵，拢是求上帝和耶稣基督迄种完全的听，不断充满咱，和万分离开，和听充满。这是一个真困难的功课，但总是只有通过安尼，咱心中的石头才会当放下，咱的生命才会当宽广，才会当完成。这是上帝要予咱的一个祝福，请咱做伙来学习，做伙来操练。这时阵，咱将咱的目睭起来，牧师要替咱来祈祷。如果这个时阵圣神感动你，知影你有缘有对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件代志无了解，求主来帮助你。是阮的主，阮恳求你，甲阮三甲伫地，用真理的心来光照阮，互阮明白阮生命中间，甲有对别人的无了解，求主赦免阮，也恳求主你亲自来医治阮。阮因为这款糟蹋、受伤害的过程中间，所累积迄种愤怒，会通离开阮，互迄个怨恨离开阮，用你丰盛的听来充满阮。主啊，帮助阮会当疗下对方，互阮对这个怨恨的捆绑中间得到逃放，互阮得到真实的自由。主啊，恳求你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这是咱过一摆来吟诗要回应上帝的听。咱是要吟圣诗348首，我踮伫主的听堂。圣诗348首，我踮伫主的听堂。咱三个起立来吟。
请坐。伫未奉献的大圣，我伫遮代表双连教会欢迎头一摆来到阮教会三甲聚会的兄弟姊妹。伫恁的座位进前，有来宾后面卡，请恁来填写，也是讲恁已经有伫外口的爱望有填写，阮要甲恁来欢迎。即时咱要用奉献来继续咱的礼拜。亲爱爸爸上帝，阮实在感谢你，阮实在是一个卑微佮小可的人，阮拢接受到你大大的恩典，阮才有通有今仔日。只是阮实在甘心，阮嘛奉献阮淡薄的经文，要成做你圣工的路用，望你会当人来感纳。安尼恳求祈祷甲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时，咱要来关心教会几件事情。我来报告。咱伫下一礼拜日的主日，咱小会才有公告，就是第三场礼拜了后，咱要伫10楼的礼拜堂要举行2019年定期的会员贺会，这是真
真正重要一个好会，咱为着要会当顺利来成会，请咱在职的会员爱踊跃来出席参加，爱有够这个人数。在职的会员，那因为恁有做兵，也是旅行伫海外，有其他不可抗力的代志，咱会当伫咧2月初8进前，就是拜六进前来向小会议长也是小会书记来请假，互咱会得当顺利来正会。2月初9礼拜日当天4场的礼拜，拢要照常来举行，请兄弟咱来来时间来参加。在职的会员的名单的中，拢有公告伫咧咱10楼外口走廊的公布栏内面。若有啥物疑问，请互咱小会议长甲书记来知影。这一摆登记的会员的互惠，无要另外佫寄批互咱正大个，请咱来注意。要对咱牧区的小家长，甲在职遮会员陪来通知咱遮在职的陪传会员。这摆的会员互惠要讨论的议案，有要2020年的教会经常会的检校委员选举，甲要财团法人台湾基督教会双年教会董事会的董事变更。另外的代志就是，咱伫咧本会的消息，本周的特别事工，遮咱本来四牧师要伫明仔载带国小要去拜访安养中心，咱即个暂停迄个有关迄个明仔载双联团契的聚会嘛要暂停。咱另外还佫有具体的关怀，咱实在心肝真毋甘。咱本会会友林秀芬姊妹的老爸林炳宏先生，伫1月16安息主怀，要将至2月初9，就是下主日的11点，要伫台北市立第一殡仪馆怀德厅举行公祭，请咱兄弟来关心代祷。愿上帝来安慰为祝。第二就是咱黄元昌执事伫1月22日安息主怀，并伫1月22日已经完成火化。吴桂香执事娘感谢大家关心甲代祷，愿上帝来安慰遗祝。因今仔全家嘛有来到咱的中间。请大家来个致意。咱第三教会的消息，本教会有培灵会，要伫咧2月22日，就是拜六，会早起9点40分，一直来到下昼4点半。主题就是为上帝去接续世界的教会，拢总有分3讲，要请曾浩成牧师，伊是中华德堂教会的牧师。每一个人爱有100块的报名费，这个报名费其实是为着咱的午餐、甲点心、甲讲义费。咱爱伫咧2月16，就是礼拜日进前来完成报名，互咱会当备办这资料甲咱的午餐。请咱上用赵运辉甲谢莹莹干事来报名。总务委员会才有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咱有一寡奉献的资料要证明明细因为袂得通来得及来印出来，会伫咧后礼拜做一阵来甲印出来。另外，就是咱教会因为武汉的肺炎的疫情，所以有拜托咱尽量会当戴口罩。所以，咱会当照着咱的同工的要求嘛戴口罩，搁量体温。那伫咧参加礼拜中间，有对着发烧的情形，咱教会原则是本来是37.8度，但是因为有人建议讲会当标准下较严一丝所以若37度点3的时阵咱就是尽量会当。会当转来厝的休困，避免来传染。
因为这安尼嘛对咱家己甲对别人拢有好处，吼。若是有正经袂得通拄好的时阵，嘛会当透过直播来参加礼拜。周间团契甲小组的聚会，咱来看疫情来做调整。哦，那咱即摆2月份的圣餐，咱拢暂停。咱会当掀开第7面，有基督会一寡消息，有中保的代祷事工。咱若有需要代祷的，咱伫座位进前有一寡基督的卡，会当通来填写。也是讲，咱若伫个礼拜煞有需要代祷的，会当来到头前。咱全教会嘛有基督会，咱会当家己来看。吼，咱伫拜1甲拜5拢有迄个透早的基督会，也是咱全教会基督会。咱今年度要伫3月份就要开始。咱装备委员会嘛有一寡真重要的消息，望咱会当来致意参加。咱有新安宫的读经分享，阁有听故事来学圣经，阁有强观福音查经的影音班，阁有生活中灵修的操练甲分辨。哦，这拢真重要。咱有一个特别爱来甲遮来呼吁的是，咱有强观福音的查经班的第2阶段，这是记载伫个第8面，周报的第8面的正手边。第2阶段，马太福音的第5章到第7章，拢总有12场课。伫每礼拜拜2，就甲顶届共款，每礼拜拜2的早起甲暗时拢有开班。吼，要对3月的头1个礼拜，3月3号开始，一直来到5月19号。有另外一场是伫个拜4，就是拜4的下昼，是伫个7楼的礼拜堂。请咱大家把握这个机会，伫3月开始，准备心来参加蔡牧师特别为咱要来开的强观福音的查经班。阁有另外一个真重要，就是洗礼前的造就班。伫个2月23就要开始啊！吼，拢总有6场课，咱会有想要来洗礼，也是咱有亲戚朋友因要洗礼，请咱会当来关心这件代志，互因致意来参加。另外，教社委员会有一个消息，就是因为咱侪人有望要参加双年大学有一寡真好的课程，但是咱确实无法度专程来参加双年大学这课程。但是因即摆有特别开放，那共款年满55岁以上吼，有13场的课程。如果恁有选要意爱要参加倒一个课程，咱会当甲上台的周新新的主任甲曾淑仪干事因来结合吼。咱遮嘛有为着一寡代祷的事项，特别是咱。发觉咱为身体欠咱的兄弟姊妹有减少，但是共款还阁有25个人需要咱提名来为因代祷。望咱伫祈祷中纪念这25个咱的主内兄弟姊妹来为因来代祷。以上的报告，咱接续要请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养代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首先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位礼拜的兄弟姊妹。遮有这个福智长老的这亲戚哈，裴美英甲阮增瑶，好，请来遮哈，欢迎哈，因是对台中来哈。佮另外有对台南来，这个应该是一家人哈。王振华、王如初甲王如新，因一家人，是太平间教会哈。嘿，好，请坐哈。佮另外有这个王显宏先生夫妇，应该坐伫外面，哈。咱有拿拍布仔来欢迎哈。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礼拜，兄弟姊妹。好，牧师大家补充报告哈。因为
咱即马知影即个武汉肺炎的疫情已经有即个，咱拢有听到即个消息啦，哈，所以咱教会因为是一个公众组织的所在，所以咱有一寡政策必须要实行吼，互大家拢安心啦，吼，所以咱今仔看到拢会要求大家入来爱量体温，爱喷酒精吼，爱戴即个口罩吼。牧师为什么无带？因为我离恁足远啦，吼，配换袂配到恁遐去啦，吼。但总是就是讲咱较细腻啊，这其实是一个互别人安心啦，吼。咱本身嘛得到保护，咱大家做伙合作，来经历过即个困难，吼。我相信无偌久了，吼，即个代志咱得到解决，吼。即马咱看到即个消息，吼，拢咱的国家拢控制了真好势，但是咱有哪？咱就是讲，咱有若配合这个政策吼，互咱得到保守吼。这是牧师大家拜托。佮另外就是讲，伫这过程中间，咱嘛是爱持续来为着这代志来祈祷吼。这嘛是咱操练为着咱的国家、为着咱的同胞祈祷的一个机会吼。所以这个时阵，牧师要带大家做伙来祈祷。神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保守看顾阮平安来到你的面前。透过今日的礼拜，甲你3千君，亲爱的主，阮恳求你保守看顾阮，互阮得到你所带来真实的平安。阮特别要将在座所有兄弟姊妹拢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祝福，保守我看顾阮的身体、阮的心灵，保守看顾阮甲你的关系，拢会当拿来拿亲密。主啊，阮中间有一寡兄弟姊妹，阮的肢体拄着亲人死失的代志，恳求主你亲自安慰，拭去阮拢总的目屎，互阮会当看出你的心意，看出你的恩典，得到你的安慰。阮中间若有身体有各样病痛的兄弟，求主你亲自赐了复原的气力，互阮伫即个病痛的中间。更较亲近主，更较倚靠上帝。求主祝福保守看顾阮，互阮充满你所赏赐的疼心甲信心，互阮用阮的性命来活出见证你恩典的性命。互阮透过安尼，互你的名得到荣耀。阮的祈祷奉靠最后所圣主的名，阿门。这是咱三甲起立来吟刷尾篇的诗，恳求主你引带我的脚步，记载伫咱的周报第4面，咱三甲起立来吟周报内面第4面。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你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下温共受差遣。